歌是创作，嘛是文化。不过香港的上诉法院已经批准香港政府的请求，甲反送中抗议的歌曲《愿永光归香港》这条歌列入去禁歌。这嘛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了后第一条封禁唱的歌。 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内面，真侪人传唱的歌曲《愿永光归香港》，对受益者有特殊的意义。各大网络已经有真侪改编的版本，搁伫咧真侪国际运动比赛和主办单位当作是香港的国歌咧放送，互香港政府是真无民主。去年就向香港的高等法院提出禁制令的请求，但是公议认为讲禁制令会造成大家以后拢唔敢讲话，而且无实际作用，驳回请求。我想到上诉法院特别是推翻高等法院的裁决，因为这首歌已经变作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，有必要颁布民事禁制令，变作香港1997移交主权了第一条封禁的歌。这不是外交问题，我想强调的是，制止任何人以煽动分裂国家和侮辱国歌的意图使用和传播有关歌曲，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歌尊严限制责任的正当必要举措。 各国港府禁制令的请求，未来民众袂当以广播表演、发布、出售、传播和复制这方式来散播愿永光归香港的相关歌曲，只有学术和新闻活动有例外条款。美国国务院讲，这项禁制令会互香港的城市声誉规个赔了了。 The decision to ban this song is the latest blow to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a city that previously prided itself on having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, protecting the 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, ideas, and goods. 另外，嘛有评论指出讲，愿永光归香港的禁制令进一步破坏香港的言论自由，嘛会互外资唔敢入来，互香港这个商业中心的吸引力更加减弱。公司新闻，陈婉玲编译。